有啲我哋日日都做咗動作，你以為冇乜所謂，但其實佢哋正在一步步改變你嘅面容同氣質，唔係天生樣衰，係後天習慣出賣咗你。你試下回想，係咪成日低頭睇手機？係咪朝早起身成日覺得口乾，甚至有苦水？又或者見到面上有粒痘，就忍唔住想擠爆佢？一啲睇落好小事嘅動作，其實每一樣都會影響你嘅外表同健康。點解會咁？首先呢，長期低頭咧會令到頸部皮膚咧就一直受擠壓啦，咁就好似輪胎皮咁咧一圈圈折埋啦，咁頸紋咧就會越嚟越深啦，仲會令到咧塊面咧係成日向前伸啦，咁形成富貴包啦，咁成個人氣質即刻老咗10年啦。第二咧，好多人中意擠痘，以為擠咗就會快啲好，但係其實你一擠，細菌同埋膿液會推入去皮膚更深層，發炎會更嚴重，仲會留低痘印同凹凸洞，之後想補救都好難。第三咧，如果你習慣用口呼吸，尤其係瞓覺時咧張口瞓咧，牙齒就會慢慢失去嘴唇嘅約束力，會出現嘴突、下巴縮入去嘅情況，成塊面輪廓都會走樣。想改善咧，其實唔難，玩手機記得舉高部機，同視線平衡去睇，唔好再低頭。見到痘千祈唔好亂擠，可以洗完面之後搽啲夫西地酸乳膏消炎。如果有痘印，就用多磺酸煙多糖乳膏去退紅。至於口呼吸嘅問題咧，平時多啲合埋個嘴唇，用舌尖嘅牙肉內側打圈去訓練口部肌肉。如果情況嚴重，就要睇下係咪有鼻炎或者腺樣體肥大，盡早揾醫生處理根源。靚唔靚唔係天生注定，而係日積月累嘅自我關照。今日開始留意自己嘅小習慣，你嘅面容同氣質都會慢慢變返好。